来，继续咱邀请安排是来自新北吴秋兰，为牛我问你，来破声欢迎来共同影像哦，来谢谢。吴姐姐你好，主持人、现场嘉宾大家好，摄影师、导播大家好，五哥家族大家好。将你放袂去，搁再想你也是无路用。变调的恋情，亲像走调的歌词，愈唱是愈缘起。搁爱你也是无意义，雨水不是拢掺着泪，想要来放弃。偏偏又搁来打甜，愈爱是愈袂清醒。啊，月娘啊，我问你，为何我对放袂离？这多年的感情，只剩拢输在气味，这款的爱算啥物？心爱的人伊伫倒位？我对伊的感情可比天悬海地深，这款结局算啥物？将你放袂去，搁再想你也是无路用。变调的恋情，亲像走调的歌词，愈唱是愈缘起。搁爱你也是无意义，雨水不是拢掺着泪，想要来放弃。又搁来打甜，愈爱是愈袂清醒。啊，月娘啊，我问你，为何我对放袂离？这多年的感情，只剩拢输在气味，这款的爱算啥物？心爱的人伊伫倒位？我对伊的感情可比天悬海地深，这款结局算啥物？啊，月娘啊，我问你，为何我对伊放袂离？这多年的感情。只剩拢输在气味，这款的爱算啥物？啊，月娘啊，我问你，心爱的人伊伫倒位？我对伊的感情可比天悬海地深，这款结局算啥物？谢谢。掌声鼓励为牛我问你，来有秋兰姐，哎好听的歌曲，唱歌足自在的呢。你好啊，很棒很棒。秋兰姐你好，秋兰姐，我那定定咧唱歌吼。对。有啦，你个看麦啊嘞，很自在的感觉。有啊，行云流水啊呢。没啦，你也紧张。直接嘛唱完应该还好啊吧？这是我按你分三个阶段啦。
咧等人报名起来的时候较紧张，还是唱歌的当中较紧张，还是唱衰了后较紧张？拢紧张哦。但是我感觉，安尼有咱心肝头拢皮泡菜啦，拢维持头100倍啦。看到皮皮出来，无啦，一般拢是唱衰了会较轻松淡薄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嘿啊，有的是讲吼，等人咧主持要报的名的时候，有的起来才个开始头晕目暗啊，无。头晕目暗，后尾歌词都看袂到，有足济。哦，安尼定定来就买啦，小秋安姐，定定咧来唱歌咧，讲感觉咧，那像惊走卡共款啊。哎呀，爱来哦，定定来。对，每一届都爱看到你。很喜欢这个舞台，很喜欢哈。对呀，人讲定咧讲灯光美，气氛佳。真的。哦，啊，音响又好，这不是真正我别讲的呢。哦，你若做这妈妈唱歌安尼全台湾线讲，哎呦，这天龙电视台，天龙上好的舞台哦。所以做这妈妈来唱歌唱了，然后个买片啊，等于哦，对啊，做纪念呢。当来的时阵，来，来听我的演唱会，来，今仔日来唱歌，唱完就跟咱好朋友甲到小报一下，稍微来，啊，该问一下，对啊，天良家族大家好，全国观众大家好，五哥家族大家好，谢谢五哥，还有同方毛刷的同事大家好。五哥今仔请干那刘文正的啊，有闲大家去互看一下，啪哩。哦，来谢谢咱秋兰姐啊，谢谢秋兰姐的恩赐，好来啊。